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郭偉成，洪劍基，今日又同基哥講講時事熱話啦。好啊。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係講緊喺上年11月底咧，就香港發生咗一場即係世紀嘅火災啦。呢個悲劇咧令到即係好多人失去生命啦，同埋流離失所啦。我哋都喺度致深切嘅慰問啦。咁慰問之餘咧，我哋都係希望係發表一啲嘅建議啦，希望可以幫到啲居民可以重建家園啦，甚至喺呢個短期內咧有一個合適嘅居所。咁咧係截至今年啦，即係上年發生去到今年啦，咁政府同社會各界咧都有做咗好多功夫嘅，包括社會有好多善心嘅人士積極嘅捐款啦，至去到10月底咧，根據唔同嘅報道咧，都已經有41億元咧喺個雲福苑個援助基金裏邊。我估今日唔止㗎，係，同埋亦都係個別有啲基金咧都有籌款嘅，譬如醫管局咧係籌咗幾千萬近1億啦。咁有啲其他嘅基金都有啲嘅籌款咧，就話明係支持呢一啲嘅災民嘅。係，咁除咗民間之外咧，當然政府喺呢段期間都有積極嘅處理啦，包括咧廣為人知就係以一戶一社工嘅形式咧去支援雲福苑近2000戶嘅一個業主或者災民嘅一個方式啦。咁近日咧佢哋政府都已經透過一戶一社工咧，去以問卷收集居民同埋一啲嘅業主嘅意向，睇下未來希望以咩嘅形式重建啦。個選項包括原址重建啦、園區重建啦等等嘅一啲嘅方案咧，政府有提供嘅。去到截至現時咧，負責重建嘅副司長咧黃偉綸咧都有出嚟發聲咧，佢就話原址重建咧係不切實際，甚至需時9至10年咧去處理。可見政府依家嘅立場咧係唔係太傾向原址重建嘅。喺今日嘅一個時事節目裏面咧，有人打電話俾電台咧，就對呢一個司長嘅講法咧係有啲意見，因為災民嘅回應嚟嘅。咁佢哋話咧，佢哋原來做咗一個嘅簽名俾政府，就話咧有100戶以上嘅人咧簽咗名咧，都希望能夠係原址安置重建之後咧，可以搬翻去原址嘅地方。咁當然佢哋都會問，既然如果政府都話唔得或者唔想我哋搬翻原址嘅，咁你其中一個問卷嘅題目咧，就係俾我哋選擇呢一個可能性嘅，咁又俾我哋選擇，跟住又俾我聽唔得，咁究竟政府想點咧？咁當然咧，如何安置呢樣嘢咧，除咗個可行性方面咧，直接身受影響嘅居民或者叫做災民咧，係最有呢個叫做話語權啦，所以先要以一個問卷形式啦。嚟了解居民意願嘅同時，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聲音又發出嚟，有話要原址啦，有話要園區啦，有啲又係希望政府買斷佢嘅業權啦，讓佢喺其他地方買翻一個安居樂業居所啦。咁我哋民協咧同基哥咧今日可能都會以2個方案嘅形式去講講我哋嘅一啲建議啦，希望可以以一啲切實可行嘅方式咧幫到嘅呢個事件嘅推進嘅。咁我不妨講講民協嘅方案先啦。我哋民協嘅方案早前都已經透過報章啦，甚至有將一啲建議書交咗俾政府噶。我哋嗰個大方向咧，主題就係原址紀念換地重建。呢個咩意思咧？我哋參考翻咧，我哋其實民協咧以往喺做一啲舊型屋邨、公共屋邨嘅重建嘅時候咧，都有用呢個換地重建嘅方案嘅。包括大坑東邨啦，我諗基哥當時都有去幫手推進啦。當時房委會咧就希望將大坑東邨嘅一個舊嘅徙置區嘅樓宇咧，就換去其他較遠都喺深水埗嘅公共屋邨嘅。但係咧受到居民嘅一啲嘅反對啦。咁我哋當時民協嘅議員啦，包括基哥啦，包括譚國僑、雲姐等等咧，都有去協助居民表達訴求，就希望喺原址嘅另一塊運動場或者休憩設施嘅地咧，進行一個換地。將個運動設施、休憩設施個地咧起2座叫做重建安置嘅樓宇啦。起完之後咧，再喺翻舊樓嗰度咧剷平佢，再做翻一個球場或者休憩設施，咁樣進行換地。其實2塊地係隔離嘅啫，即係呢個係徙置區，呢個原本做公園球場，咁而家咧就係起咗樓先，咁跟住咧就係呢啲人咧就搬過去隔離，即係球場起好嘅樓，然後原有嘅地方咧就拆咗佢做翻球場。
冇錯啦。咁啊，呢個其實係可以完美咁樣去回應到居民喺原址啦，其實喺隔離啫，都當係原址嘅一個重建啦，亦都係好方便翻居民可以係繼續生活翻佢日常嘅以往嘅一個節奏啦，佢嘅飲茶啊、食飯啊、老朋友啊一啲嘅社區網絡啦，呢個都可以維持翻。咁我哋就建議喺廣福公園咧，都係一個公園嘅休憩設施啦，咁就喺度嗰邊起翻一個新嘅雲福苑嘅一個樓宇啦，俾居民去嗰度可以重建安置。之後咧，再喺翻災區嘅原址咧，就係當然係剷平佢啦，之後起翻一個叫做紀念公園。紀念公園呢個做法咧，其實喺香港以往都有曾經做過嘅。例如秀茂坪嘅山泥傾瀉後咧，都會起翻一個叫秀茂坪紀念公園啦。當然呢個紀念公園咧，除咗係有休憩設施之外咧，都希望咧社會或者叫做後世啦，銘記呢場大火嘅一個教訓啦。去到呢度咧，除咗業主之外咧，咁當然入邊有租戶啦。咁我哋就都有建議咧，就係以特事特辦形式咧，去對一啲冇物業嘅或者係非富戶嘅租戶咧，可以以一個體恤安置嘅形式咧，可以上翻公屋。呢個都係合情合理啦，同埋一個俾翻佢哋一個安置嘅居所啦。咁喺重建嗰度咧，可以就係我哋嘅方案係咁啦。咁啊，可能基哥又有另外一種嘅差唔多嘅方案，係咪都可以分享下咧？我嗰個方案叫做一站式去處理晒所有大概2000戶居民，無論佢咩要求都好咧，都可以做得到。而呢個一站式嘅方案咧，其實主要一個最基本嘅原則，就係用屋換屋、尺換尺嘅方式去同咧業主咧係交換咗佢以前宏福苑嘅單位嘅整體業權。咩叫屋換屋、尺換尺咧？即係話我用一個宏福苑原有嘅單位，譬如話400尺。我就可以換翻咧一個現價嘅100% 業權嘅居者有其屋嘅400尺嘅單位。咁呢個作為基本原則。咁當然呢個基本原則都值得討論嘅，就話喂，咁會唔會政府蝕咗本俾呢一個宏福苑嘅街坊咧？又會用我哋好多納稅人嘅錢咧？咁基本上係不會嘅。第一，業權換業權，基本上大致佢哋小業主咧都有嘅成本嘅，佢成本就係以前宏福苑嗰個即係地價。第二個咧就係佢嗰啲錢咧。其實主要就係如果個地大家都差唔多價值嘅話咧，主要就係用嗰個成本、建築成本嘅啫。如果建築成本咧，基本上就我覺得係唔需要動用呢個納稅人嘅錢，因為頭先阿成都講過咧，而家嘅捐款咧係超過41億噶嘛。咁41億裏面咧，如果用而家嘅居屋建築成本價咧，大概110萬一個單位，咁即係換一句話咧，大概22億咧就可以起到2000個單位。咁變咗用22億去起呢啲單位嘅話咧，其實都仲未用晒嗰個捐款去支持支援災民嗰筆錢嘅，咁所以其實都未需要用嗰個所謂納稅人嘅錢，咁所以呢個第一個冇問題。第二個咧就係如果當我屋換屋、尺換尺，譬如我一個400尺嘅單位可以賣到係我當1萬蚊一尺啦，係400萬的話咧，咁買咗翻嚟嘅業主咧可以咧係攞嚟住，因為佢已經攞咗100% 嘅業權咧，佢亦都可以租俾人哋，亦都可以咧將部分嘅業權咧按俾銀行攞到一啲嘅現金，甚至成間換翻嚟嘅居屋攞出市場賣，或者賣翻俾房委會亦都得。咁變咗佢可以咧住又得，租俾人又得，攞現金又部分現金又得，攞全部現金都得。咁變咗一個嘅方案就可以滿足不同嘅可能性。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嗰個居屋究竟佢哋喺不同時間去抽居屋嘅時候係咪一定抽得到咧？我就覺得可以提供一個我叫超級綠表俾佢哋。所謂超級綠表咧，佢係最高優先嘅，比綠表更優先。即係換一句話，由而家開始佢肯交翻佢個業權出嚟，而係攞到呢一個100% 嘅新居屋業權嘅話咧，佢就可以任何時間有綠居屋出嚟咧，佢都可以去抽，而係最優先揀樓。咁即係換一句話咧，呢2000戶咧係響譬如最快今年9月已經有居屋抽啦，咁佢可以今年9月咧就已經可以抽呢個居屋。咁咧就係佢如果抽翻嗰個嘅居屋嗰個價值係同佢自己原有嘅居屋價值一樣嘅話咧，差唔多係攞咗嗰個居屋翻嚟啦。如果現居屋嘅價值係高嘅時候咧，我覺得如果佢嘅尺數係一樣嘅話咧，都唔使補錢，因為話明屋換屋、尺換尺，除非佢抽到嘅單位係大過佢以前嘅嗰個尺數嘅差額，佢要補錢。如果細過佢以前嘅單位咧，
個差額咧，佢要攞翻啲錢添。咁呢個咧就一路去俾佢盡快。如果佢想去今期嘅居屋邊個地方佢想要，佢就即刻去抽。咁抽幾耐咧？咁我覺得個時間可以維持到咧，政府話譬如大埔隔離，甚至係原址重建，為佢哋而起嘅居屋起好，能夠俾佢哋入伙，就到嗰個時間咧係一個限期。即係話最後咧，我真係想去到翻自己隔離嗰個居屋，俾我哋個居屋，或者係原址重建個居屋，咁我嗰個超級綠表咧就去到嗰一日啦。咁變咗咧可以係完全滿足到而家所有不同嘅可能性，都能夠咧係得到一個佢哋想要都有嘅一啲嘅可能俾佢哋。第二點咧，我想提嘅就係租客，係因為而家個居屋苑裏面咧都有一啲嘅租客嘅，有嘅。如果啲係正式嘅租客咧，我覺得如果佢唔超過佢收入啊資產唔超過富戶嘅線，同埋咧係冇物業，都可以俾佢睇出安置。第三咧個原址啊，頭先你提過咧個原址可以做一個紀念公園，係我就覺得可以有3個可能性嘅。係第一個可能性就係原址成個地方拆咗之後起翻，俾佢哋搬翻入去。第二個咧就其實如果你真係只係安排大概最多2000戶嘅話咧，而家嘅居屋咧係最高可以43層，咁一層係24個單位咧，係其實2座樓咧已經係超過2000戶，有啲其他用我頭先嘅方法，有啲其他已經搬走咗噶啦嘛，咁所以其實都唔需要2000個單位。咁如果你用40層嘅話咧，大概咧一層咧係有成800幾900個單位，咁最多2座樓已經搞掂。咁你原本係7座噶嘛，咁空餘嘅地方咧係做一個紀念花園。第三個可能性咧，我完全唔起樓，但係我覺得淨係起個紀念花園咧係好嘅，但係唔夠。我哋係咪可以響嘅地方再起多一個係私樓維修保養衛生管理智囊嘅展館？將所有同私樓有關嘅頭先我講嗰幾個項目咧嘅所有嘅重要嘅法例、重要嘅安排嘅可能性。甚至呢啲重要法例可能性出現咩問題，咩法律上嘅古靈精怪，都擺埋落呢個展館裏面，係提醒我哋住私樓嘅，無論你係業主、租客，甚至管理公司，都掌握呢啲嘅可能性。而當呢個展館真係做好之後咧，我就覺得民政處咧去管理呢個展館，而佢18區嘅民政處咧就可以安排同埋展館配合，又有不同嘅展覽啦、講座啦、課程啦，咁業主啊、法團嘅委員啊，以至管理公司都可以分區啊，一批一批咁樣嚟到呢個展館咧，睇呢啲展覽、聽呢啲課程、聽呢啲講座，讓我哋普通嘅業主啊，特別係管理公司啊，都能夠咧係掌握呢啲問題，同埋知道點樣處理。呢個啱啱個方案都十分之全面啦。其實我哋民協方案都係即係個方向性一樣嘅，只不過有啲細節有啲唔同啊，基哥仲會將佢即係升華咗一啲部分啦嚇。咁我哋呢啲方案咧，雖然喺社會上咧都係要叫做主流意見啦，但係有啲社會有啲唔同聲音。最近有位律師咧喺個專欄就寫出一啲另外嘅方案，當然就唔可以話佢係即係冇人情味啦嚇，但係佢就以一個偏向法理嘅角度咧去講一講佢嘅意見。咁我哋不妨睇下佢講咩喎？佢就話咧，香港咧係一個受基本法保障私人財產嘅一個社會啦嚇。私人財產咧，佢嘅意思係有一個風險啦，即係當係投資咁樣有風險啦。佢話以一個公帑去補貼翻一個私人財產嘅損失咧，佢話係需要商榷嘅。佢有咁樣嘅提出。先呢個討論一下先。係第一，佢呢個嘅講法咧，佢完全未掌握而家香港特別都立法會投票通過嘅一個我哋叫舊居重建嘅方案。係當年咧，我哋通過成立呢一個市建局嘅時候咧，都連一個重建嘅方案俾埋市建局。個重建方案就係咩咧？就係當市建局要重建一個舊區嘅時候，無論呢個舊區嘅樓宇幾舊，50年、60年、70年、100年，總而言之，如果市建局要拆佢嘅話咧，佢就要用同區7年樓齡嘅價錢咧，係補償俾小業主。嗱，如果用呢個嘅講法咧，就話市建局係用緊一個同投資角度不同嘅方法咧，去補錢俾小業主。咁當然你話喂，市建局嗰啲唔係公帑喎，嗰啲市建局嘅錢嚟嘅喎。咁對唔住，市建局首先係借咗政府100億咧，係作為基金去搞呢啲地區嘅重建，起碼都有政府嘅某個程度上嘅參與。第二咧，呢個市建局嘅錢嘅運用咧，都係公眾利益。咁當然喺舊區重建嘅角度之下咧，呢一個係重要過頭先嗰位
律師所講嘅投資角度啊。咁而家政府搞呢個宏福苑，如果用我頭先嘅建議嘅時候，咁我又唔係資助緊呢一個嘅小業主咧？我覺得唔係。第一，現在嘅舊居重建，只不過而家由政府去做啫嘛，因為政府收翻呢一個已經燒咗，當係等於舊區嘅宏福苑，而又俾翻一個市值7年樓齡嘅價錢呢一個小業主嘅話咧，你記住，所謂市值7年樓齡咧，係冇分你嗰個原屋嘅舊貴定平嘅，即係等於宏福苑幾舊幾平幾爛都好咧。理論上，如果你用舊居重建嘅話，你都要俾翻7年樓齡嘅錢佢噶嘛。而咁啱得咁巧咧，大概7年樓齡咧，如果你相比翻響呢個居屋嘅市價咧，係大概係市值嘅8成。咁即係話咧，其實市值嘅8成咧，其實等於居屋嘅100%嘅，甚至有多貴過市居屋都唔定嘅。咁所以你俾翻間居屋嗰個小業主咧，係冇違反頭先舊居重建嗰個角度同埋佢嘅價值。第二，而家我覺得建議用嘅錢咧，係未用公帑嘅喎。我諗佢係律師就忘記咗，而家手上面有41億嘅捐款咧，都話明要支援呢班小業主嘅。如果用翻呢啲錢嚟到起翻居屋俾佢哋，頭先都講過啦，即係起翻一個居屋嘅成本價大概110萬，2000個都係22億，所以基本上都仲未需要咧係動用呢個所謂納稅人嘅錢，所以同佢嘅講法咧，佢又唔拉架嘅，或者佢都唔係好熟呢個所謂整體房屋或者舊居重建之內嘅一啲嘅現時政府嘅做法。係，佢仲有喺個文章度咧寫咗一句有爭議性嘅說話，佢話本質上咁樣係將個別私人投資嘅風險咧轉嫁咗俾全體嘅納稅人，不僅咧就係違反咗公共財政嘅需要堅守嘅謹慎原則啦，仲對廣大輪候緊公屋或者儲蓄置業嘅市民造成不公喎。呢個有啲挑起咗矛盾喎，佢夾硬將呢個問題同輪候公屋嘅街坊對立起嚟。第一，呢個錯嘅，輪候公屋係公屋，而家講緊係居屋。輪候公屋嘅街坊基本上咧入唔到居屋嘅。你話會唔會咧係搶咗一部分咧，即係想買居屋嘅私樓街坊咧？呢個係有啲可能嘅。咁但係咧，你一年有成萬幾個居屋嘅話咧，你嗰2000個，甚至可能唔使2000個都唔定啊，係基本上係關係不大。更況且將來你都會起翻即係相似嘅數目嘅單位俾翻居屋嗰邊用咧，所以個影響係可能延遲咗即係1、2、3年嘅時間。所以呢個矛盾唔係矛盾嚟嘅，係時間上嘅快慢。第二個再講，喂，呢個唔係投資角度去處理嘅喎。咁你願唔願意燒咗你個單位，然後跟住叫我哋賠錢俾你啊？你願唔願意燒咗呢座樓，然後叫政府補翻錢俾你啊？呢個係火災嚟噶嘛，呢個係災害嚟噶嘛。而家對災民嘅一個支援，而特別就再講呢筆錢啊，係社會大眾各階層嘅人士係話明真金白銀講到好清楚，我要支援呢一班災民噶嘛。基本上講唔到係咩納稅人啊，講唔到咩我支持你投資。如果我買咗層樓跌咗之後，於是我叫政府賠翻俾我，呢個就係你啱。但而家唔係啊嘛，你要燒咗層樓先係喎。咁你燒咗你層樓，我賠翻俾你啊？你制唔制啊？仲要死幾百人、百幾人喎？呢個真係好冇良心啊！其實呢位律師喺呢段時間講啲咁嘅嘢咧，即係或多或少俾人一種好涼薄嘅感覺。雖然佢係口口聲聲就話以法理角度啦，但係呢個係一個天災人禍，即係全港都冇人希望想發生嘅嘢，佢就以一個冷冰冰嘅法理角度去分析呢件事。最弊就係佢個法理角度不符合現在嘅政府政策嘛。冇錯啦，咁其實我哋除咗從呢啲法理啊，甚至係一啲重建角度咧，我哋都希望政府繼續關心災後災民嘅一啲嘅心理健康嘅。咁最後咧，我就覺得其實政府份問卷咧列咗可能性咧，你叫嗰啲災民去揀咧，其實真係唔需要揀嘅。點解要佢哋揀咧？其實任佢哋中意，你啲可能性其實係好好嘅，真係。但係你要佢哋即係揀1或者2或者3，不能夠1、2、3、4任佢揀咧。咁呢個造成一個自己嘅框框框住啲災民。所以我又會覺得將所有嘅可能性，唯一就係最後邊一個價值能夠處理晒呢啲可能性咧，我就覺得樓換樓，尺換尺。咁你所有政府咁多個可能性咧，佢哋都可以選擇，任佢哋選擇，俾佢哋選擇，冇問題㗎。好，咁啊，希望政府可以聽到我哋嘅建議啦，同埋可以好好咁處理我哋嘅災後重建嘅工作。咁啊喺度都再次即係向災後嘅一啲嘅災民慰問啦。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咧就去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